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4月27日啦。今日農曆嘅3月11日係星期一，係叫做辛未嘅金羊日，就生1931年同埋1991年嘅人呢，就叫辛未金羊啦。咁今日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羊呢就要同牛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乙丑嘅木牛，就生1985年嘅人呢，就叫乙丑木牛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丁丑嘅火牛，就生1937年同埋1997年嘅人呢，就叫丁丑火牛啦。咁今日火牛同木牛呢，就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牛同羊相沖呢，通常就應喺咩地方呢？通常容易唔開心啦，好容易有病啦，情緒方面又唔穩定啊，身體方面消化不良啊，會影響到睡眠嘅質素啊，心血管嘅功能問題啦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屬羊嘅朋友同埋屬牛嘅朋友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將自己運程提高佢，希望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呢就係西面喎，咁西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咁尤其是屬雞嘅人啊，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西面呢係雞嘅生肖嚟嘅。嗱，今日特別要小心一個時辰，就係早上嘅1點到3點嗰個己丑時啦。嗱，大家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今日最好就係東面，因為財位呢就係東方嚟嘅。嗱，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？原來屬馬、屬虎、屬蛇、屬豬、屬兔、屬猴、屬雞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